Bye bye world。Hello 小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小腦袋大問號，看圖說故事。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看這張圖片裏面藏了什麼有趣的事情呢？準備好了嗎？我們要開始了，請你睜大眼睛，仔細看一看第一張圖片。給你一點時間，慢慢地、仔細地看一看。第一個問題，圖片裏的小朋友在做什麼啊？你看到桌上放了什麼？第二個問題，吃飯之前要先做什麼事呢？為什麼要洗手？你最喜歡吃什麼餸菜？你在學校吃飯開心嗎？家長小紙條，餐桌上的對話比餐桌上的食物更重要，這是孩子學習分享與感謝的第一課。再加延伸活動，吃飯時請孩子說出每一道菜的名字和顏色，這是紅色的番茄，這是綠色的青菜。聲友線小提醒，言語遲緩小朋友，家長說明稱，孩子只要點頭或指就可以。選擇性加默症小朋友，讓孩子用點菜單圖卡指認想吃什麼。我們相信每個小腦袋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。今天的小腦袋大問號，看圖說故事時間就要結束咯。每周更新，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。跟老師說再見，我們下次見。Bye bye world。